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9月初8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1篇列王记下卷17章24节到41节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第4章的第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真甲假。敬拜上帝必须要用心灵甲诚实。就是真啦吼，因为上帝是一个神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但是人受到世俗的影响，还是足介意去追求迄种看会到的偶像。咱嘛拢知影，偶像并不是真神，是人的手所雕刻的。列王记下卷17章24节到41节。记载着亚述帝国时代以色列人因所面对的这个代志。亚述对巴比伦、哥他、阿瓦、哈马以及西法、瓦因千线人来带伫这个撒玛利亚大个城，代替以色列人，因就占领撒玛利亚，带伫遐个城。因拄伫伫遐个时无拜上主，所以上主就互使入去因的中间，教死一寡人。有人对亚述王讲：“你千线去带伫撒玛利亚遐个城的达族的人，毋知迄所在的上帝的规律，所以伊互使入去伫因的中间，教死因，因为因毋知迄所在上帝的规律。”亚述王就命令，就对遐掠来的一寡祭司倒去，互伊带伫遐，用迄所在上帝的规律来教导因。安尼就有一个撒玛利亚对撒玛利亚互人掠去的祭司倒来，带伫伯特利，教因着怎样来敬畏上帝。毋过，达族的人伫因徛起的达城，做因家己故乡的神明，安置伫撒玛利亚人以前做的山头段。巴比伦人做苏格比纳的像，古他人做米格的像，哈马人做阿西玛的像，阿瓦人做尼玛哈甲塔尼他的像，西法瓦因人小囝儿献互西法瓦因的神名迪米勒甲阿那米勒，因拜上主，毋过嘛对因中间设立人做山头段的祭司，替因伫山头段献祭。因拜上主，搁照因达国的风俗规律服侍家己的神明，到伫今仔日，因又按照以前的风俗在做，无敬畏上主，无遵趁上主吩咐雅各后代的规律、命令、律法甲诫命。上主有甲雅各号名叫做以色列。上主捌甲因立约，吩咐因讲：毋通拜别的神明，毋通跪拜因，毋通服侍因，嘛毋通甲因献祭。只有迄位伸出大权能的手，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着敬畏伊，跪拜伊，对伊献祭。我写互恁的规律、命令、律法甲诫命，恁应该永远接受顺从。毋通拜别的神明，我甲恁立的约，恁毋通袂记住，嘛毋通拜别的神明，只有着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伊就会救恁脱离恁一切对敌的手。毋过恁毋听趁伊，伊按照以前的风俗在做，安尼才会对别国迁徙来的人拜上主，佮服侍因的偶像，因会行行顺顺到伫今仔日，
嘛拢学因祖先安尼伫做。保罗甲写互即个提摩太的批信的中间，提到着迄个时阵初代教会所拄着的挑战，以及基督徒应该着爱坚持的信仰基础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第4章第5节，保罗劝勉安尼讲：我毋望真紧就会当去你遐，毋久行了较慢到，我就先写这张批，互你知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来生活。这个家就是真爱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。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偌尔大，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，对天使出现，伫万邦中宣扬，世间人相信，要接纳入荣耀。第4章第1节，圣神明明讲，伫后来的时期，有一寡人会背信。去趁迷惑人的邪神甲鬼神的教示，这款的教示是对欺骗者的白贼来的。因的良心已经互魔鬼甲烧红红的铁来引导记号。因禁止假传禁戒一寡正面，就是上帝创造要互信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。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拢是好，若是用感谢来领受，就无半项通拒绝啦吼。通过上帝的话甲人的祈祷，就有通正做成。有一个人会将来会背起这个信仰，去顺探迄个欺骗的灵、魔鬼的道理。人总是会袂记这上帝的智慧，顺探这个骗子的技巧，随从民间世俗敬拜偶像、惊吓偶像神明来军队民俗的禁忌。基督徒应当着爱凡事感谢，献上祈祷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诗篇101篇，我要学了自爱甲公义的歌。上主啊，我要上赞你，我要伫谨慎行正直的路，你什么时才会来我这？我要用正直的心伫将来生活，下贱的事我拢毋看，背叛上帝的人的所做，我真厌恶，我毋互伊目着。顽强的心思我拢无爱，一切的歹代我拢拒绝。暗中诽谤厝边的人，我要甲伊毁灭。目头悬、心骄傲的人，我袂容忍。我要眷顾国内忠实的人，互因甲我做伙大。我要互伊行正直的路的人来服侍我。鬼才的人袂用得带伫我的将来，白贼的人袂用得徛伫我的目睭前。逐早起，我要毁灭国内外的歹人，将所有做歹的人对上帝的城来消灭。感谢上帝赐阮救恩，求主帮助阮追求真实的信仰，用智慧来追求，无受到民间世俗的影响，真心来敬拜上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